请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瑞丰的山区，有一阵登山客20个人去爬山，有11个人互芳顶着伤，其中有2个人规身躯反乌往生了。新北市动保处看这个相片，甲看受伤者的空喙、研判，这应该是赤尾仔虎头芳。虽然毋是毒性上强的乌尾仔这家人芳，但是现场至少有100外只的赤尾芳做伙来出动，这威力同款嘛是真惊人。 虎头芳出手，互爬山游客走无路。这件代志就发生在新北市丰北分寮的步道，雄雄有一阵虎头芳问出来工顶，造成2个人不幸贵宾性休克，规身躯反乌，最后伤势伤过严重是救无活，其他人嘛拢着伤。头，对，头被电到，哦，很痛。 虎头芳到底有偌凶？当然救援的消防警员马红定。他直接穿过手套，直接穿过手套，手套那么厚，他一样穿过去啊。新北市动保处根据消防人员的空喙以及比对相片，认定是黄凯虎头芳。虽然不是上毒的家人芳，也不过现场至少有100多只甲芳出手，风定着是同款严重。一般虎头蜂的话，它是连续蛰人的，不是像蜜蜂一样，蜜蜂是不一样，蛰下去一针。 但是虎头蜂的话，它是连续的，横纹肌溶解症，还有肾衰竭那些都会。过敏性休克，它呼吸衰竭的话，当然说它血流不足，当然说四肢就可以观察，就可能会发黑。Stand still. Don't do tha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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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做避免去互感芳定，专家建议爬山时唔通喷芳水，若是真正当着虎头芳，变怎咧？自己要警觉。 有虎头蜂在你的头上绕来绕去的时候，大概附近就是有巢的1、2只虎头蜂在你耳朵边发出嗡嗡嗡的声音的时候，你最好就是回头走，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靠近虎头蜂的巢，你最好不要拿衣服去挥打或拿帽子去挥打，这样会引来更多的虎头蜂。专家提醒，唔通用伞甲袖或者是甲拍，安尼颠倒会互因生气。新北市嘛暂时将附近6个爬山口甲封起来，避免有人行这条路，搁去互碰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